今日同個朋友咧就講開一啲生意啦，咁啊佢係做糖嘅，咁咧就喺國內咧做啲所謂叫喜糖嘅生意啦，即係喜糖顧名思義，即係喜事先食嘅糖啦。咁佢同我講，佢話佢預計咧下一年咧有700萬對新人咧喺國內結婚嘅。咁但係我諗諗下，唔係話依家單身主義咩？唔係話大齡剩女、大齡剩男好多咩？國內咁點解仲咁多人結婚嘅？咁咧我就深思咗呢個問題好耐，今日希望同大家分享下。大家好啊，咁啊中南講，你聽我講嘅時間啦。咁咧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大齡剩女、大齡剩男出現嗰個現象、嗰個情況，以及到我哋國家都好關心啊，冇乜人結婚，咁啊依家越嚟越講啊，冇乜人拍拖，冇乜人生仔啊，咁樣令到個人口咧出現一啲比較大嘅麻煩。咁究竟其實點解會咁樣咧？其實我今日深思咗都好一段時間，因為嗱我本人咧就唔後生啦，啊80後咁我嘅年代就係即係我話90年代到千禧年代係我即係最後生嘅時代啦，咁就我有擁有當年嘅戀愛觀嘅，咁我亦都覺得同今天嘅戀愛觀係會相對上係有啲啲唔同，咁我哋可以睇下點解會一路有演變到咁啦。咁咧其實咧大致歸納咧，我歸納咗3個進程嘅，咁咧。一個咧就係過去式啦，嚇一個就係現在式啦，一個就係未來式啦，咁樣啊，好戇居啊咁啊。咁但係點樣去分呢3個過程咧？其實我簡單啲嚟講啦，簡單啲嚟講咧就係過去式。過去式咧，我唔用話咩80後啊、70後啊嗰啲咩，大家好保守啊，以前會拍拖啊，以前會天荒地老啊，點解唔講呢啲啊？好無聊啊！咁我就係講咩咧？大家應該我相信，就算幾後生嘅好，都會聽過一句詞語啦，舔狗。我好似冇乜聽過舔狗呢個名，咁我哋以前應該都有呢啲名詞嘅，咁我哋以前叫觀音兵啊，或者諸如此類嗰啲嘢啦。咁其實舔狗同觀音兵都好啦，其實都係泛指一樣嘢，泛指話一個男性對女性係做一個不對等嘅付出，不對等嘅付出包括就係話你付出你嘅時間啦，同埋你付出你嘅心力啦，付出你嘅金錢啦，呢個更加啦。咁啊依家就香港以前就話佢做兵啦，做兵嘅咁啊分好多種兵嘅喎，原來啊又有俾 cash 嘅兵啦，又有運輸揸車嘅兵啦，又有整電腦嘅兵啦，就之種古靈精怪。咁當然我覺得呢啲係好誇張啦，係冇咁犀利嘅嚇，因為我哋只能夠知道一樣嘢，就係話當一個女性佢受男性嘅追求嘅時候咧。尤其是個女性咧，係相對上各方面條件比較好啦，咁佢追求嘅男性咧，相對上會多啊。咁可能喺佢手上有1個、3個、2個、4個、5個咁樣啊。5個裡面咧，咁女性就會有一個習慣啦，就係認為你哋邊一個投入得更多啊。咁當然我唔排除話我特別有個中意啊，咁諸如此類嗰啲啦。咁有一個中意嘅，其他嗰啲係瓜晒㗎啦，應該。咁啊，當然我當假設一個情況就係話，我5個都覺得正常喎，正常 OK 啦咁樣。咁你5個你就要競爭啦，係咪？嗰個叫情緒價值咁啊，你氹唔氹到個女仔開心啊？令唔令到佢笑啊？嗰啲啊，令唔令到有生理反應啊？咁樣嗰啲啊，展示你嘅真心，展示你嘅關心，展示你嘅愛。咁點樣展示你嘅愛啊？你每日嘅同佢嘅傾偈，你俾佢對佢付出嘅時間，你對個女性嘅幫助，你對女性嘅金錢，送禮物幾多禮物俾佢？一個生日啊，大家鬥送，你送 iPhone 啊，
我送套洋裝啊，跟住我啊送架車，再鬥下我送條樓，哇，好開心，女人聽到開心。咁但係實際上咧，呢扎嘢咧，其實咧，我哋現今天嚟講啦，今天嚟講，我係全部歸納為舔狗啊。咁點解會出現舔狗嘅咧？其實即係以前我諗60年代冇聽過舔狗呢樣嘢嘅，即係以前出去仔都有嘅，不過冇咁誇張啦。咁其實點解會出現舔狗呢樣嘢咧？其實舔狗係一個大陸名詞啊。咁即係話舔狗其實喺2001年開始，其實喺大陸出現。咁當然觀音兵就更早啦。咁喺乜嘢土壤之下，我哋會出現舔狗咧？嗱，我哋研究一樣嘢咧，就一定要睇個來源性嘅。即係你話喂，舔狗係咪自古以嚟都有舔狗啊？其實你睇翻歷史各方面，其實舔狗係需要有一啲社會嘅土壤，先會發生一啲咁嘅舔狗。咁其實咧，有一個地方咧，比香港甚至香港啦，比台灣啦，甚至比大陸啦，係更加早有舔狗嘅出現嘅。其實嗰個地方就係日本。其實日本咧，啲舔狗咧就比香港啊、台灣、大陸咧更加早嘅。佢係應該喺70年代、80年代開始已經有出現呢啲咁嘅舔狗。咁咧嗰啲舔狗舔成點咧？舔到啲銀行嗰啲大孖沙啊，咁啊虧空幾廿億日元啊，咁就幫嗰啲陪酒小姐啊買7、8棟樓啊咁樣嘅。咁啊呢啲故事我都聽過。咁當一定咧就係一定要有咁嘅土壤啊。咁2010年度啦，中國嘅經濟就騰飛，咁啊好多男人好有錢，甚至乎一啲普通嘅白領營業員啊，佢哋都開始慢慢係有錢。其實個 up 個 salary 或者個收入個 level 咧，其實應該大概喺我諗2000年嗰陣時都仲係8000、6000蚊到呢個 level。咁一路彈上去咧，去得好快嘅。咁有時揾到錢嗰啲咧，可以講緊係好快就過萬、2萬，甚至乎5萬、6萬，咁都好多比比皆是。咁就係因為男性有咗呢啲咁突如其來嘅金錢之後，對女性嘅追求嗰個格鬥變得越嚟越激烈啊！即係好似啲拍賣咁啊！啲嗌價啊！你5000啊？你5000我6000，你6000嘛？我1萬咁樣，大家拗上去。而做生意嘅人亦都好睇準呢個時機，推出咗以前冇嘅，以前大陸冇嘅。差唔多2003年啦，大概 SARS 嘅時候咧，我喺翻大陸做嘢，咁一路喺東莞啊，跟住我去咗上海啊，咁一路做嘢。咁其實我一路見證住大陸嗰個演變。其實以前咧係冇呢啲咁專為女性而去消費嘅一啲推廣、一啲市場嘅一啲規劃、一啲計劃嘅。咁依家咧就唔同啦，依家又有啦，好多情人節啊、生日啊、啲咩七夕節啊、聖誕節啊，咁好多節啊！依家包括香港都好多節啦，好多節。咁一路鼓勵緊咧啲女性咧，就叫你嘅男士去消費啊。而國內咧亦都好鼓吹一個思維嘅，就係話，喂，如果個男人係唔使同你花錢嘅話，呢個男人係唔值得你去愛嘅。因為一個男人佢愛唔愛你就衡量，其實佢願意喺你身上使幾多錢，係嘛？願意買幾多嘢俾你，送幾多嘢俾你，會唔會寫沓樓俾你？喂，唔寫俾你，唔使俾你，孤寒唔愛你啦，嗰啲就係完全用呢啲標準。咁點解會有呢啲鼓吹咧？其實一句講晒，都係希望加速個消費，係嘛？喂，一個男人，喂，哇喺個節日度唔帶你去食好嘢，係嘛？唔買嘢俾你，唔買戒指俾你，唔買裙俾你，係嘛？唔買衫俾你，甚至乎唔買車俾你，唔買樓俾你，
邊係好男人嚟㗎？你配唔起你啦，你公主嚟㗎嘛。咁喺呢啲咁嘅信息一路查讀之後咧，就令到中國嘅女性啦甚至乎香港啦，我覺得香港都係一樣，將自己個身段咧就越嚟越抬得越高。亦都有一個消息，我唔知大家知唔知道，應該大家都應該會清楚知道，就係話，喂，原來依家中國係好多男人，冇女人啊！依家啲唔夠女人㗎嘛，好多男人啫。咁你好直觀嚟睇啊，咁應該女人好矜貴啦，係嘛？如果我冇你，我都有班人排住隊啦，因為男人好多啊嘛。好似話咩4個女人有6個男人咁樣咁多2個咁樣咁大家得揀啦，咁樣係嘛？咁唔使急啦咁啊。咁而令到嗰女人咧就有一個心態就係覺得，喂，呢個男人嚟到唔肯使錢請我身上 ，next 啦，係嘛？咁當然啦，更誇張喺呢10年再發展喺大陸嘅就係嗰個講緊嗰個彩禮嗰個禮金嗰個文化啦，係嘛？香港我都追得好貼㗎啦。咁又即係你結婚又有車有樓又要有禮金咁樣，香港追得好貼。咁當然啦，香港亦都有好多係唔係咁諗嘅，咁香港亦都先進啲啦咁我依家發展國內啦咁樣咁呢個咧就係成個土壤第一件事經濟騰飛，第二件事男人手上嘅錢多咗，咁而第三件事就係嗰啲資本開始要推喐個市場，就利用呢樣嘢，因為睇準男人手上有錢，咁推崇啲女人，喂。男人要愛你就要俾錢啊，咁亦都吹一啲鼓吹一啲信息就話，喂，依家男人好多女人好少女人好矜貴咁樣。咁大家俾呢樣嘢洗咗腦之後咧，嗰啲男人咧就不斷咁用啲錢去到推落去追女仔，推落去追女仔，推落去追女仔，受呢個輿論嘅大風向嗰個諗法就去咁樣做咁亦都俾得起錢啊嘛，佢都唔怕啊嘛咁亦都啲女咧，亦都係受惠啦咁當然有好多人買嘢俾佢好開心有禮金彩禮各方面好開心有車有樓咁好開心。去到呢幾年呢樣嘢咧開始又打破咗啦我相信大家都喺香港甚至喺國內咧你都會聽到拜金女啲女人拜金問攞錢嗰啲拜金依家講彩禮，政府都話唔應該要彩禮應該要就咁嫁咁女人當然唔使啦。咁變咗就係舔狗，好似好負面依家好似喂咩咁負面咁，但係好似以前又唔覺得係一件乜嘢大嘅問題，咁點解依家今天又覺得好似咁大問題啦 ？OK 啦，我哋今天咧開始咧，而家咧進入第二個階段，第二個階段咧就係現在呢個階段，你同我今天身處呢一個階段，我相信大家應該會好有共鳴，不論男同女都會好有共鳴第二個階段係點咧？我哋依然好念記住以前舔狗小公主嗰個階段，但係今天大家人更多見到嘅就係仇男仇女，咩普信男係嘛？大齡剩女係嘛？大家互插噶因為我插你，你係插我拜金女即係草食男家暴男即係呢啲古靈精怪嗰啲名啦。咁雖然香港個男女對立其實係冇咁犀利，但係香港嘅男仔已經越嚟越唔希望好似以前咁樣使錢，即係話喂去日本旅行啦，係嘛？以前好興噶，港女係點買嘢要有車接送係嘛？要食好西跟住要去日本嗱，港女通常去日本嘅中意有啲去日本要 Junior 啦，咁 Senior 你去邊咧？要去土耳其坐熱氣球，要去歐洲咁更加啦 Chanel 啦 LV 啦 Hermes 啦係嘛？即係
好開心啊！講起都開心啊！女士一聽講起就開心。但係現今香港嘅男仔開始拒絕呢啲，尤其是一聽到哇去日本，即係個個已經，即係如果你今天識個新嘅女仔，嗰個女仔即係可能3句唔埋同你食飯，就話帶你去食日本餐係嘛？我媽家姐跟住同你講，不如我哋去東京啦。咁又啲男仔就開始哇呢個有啲問題啊！咁我曾經嗰時記得一套小説定係網絡定咩啊？一個你揾到一個肯幫你捱麥記嘅女人，娶得過啊，娶得過。咁點解女人會唔肯捱麥記嘅咧？原來就係第一個階段。原來嗱係喺國內又好，香港都好啦，男人開始有咗錢，經濟好，係嘛？一路本身解放前嗰啲女人個個都捱麥記㗎啦，捱麥記乜所謂啫？中國人食草食3年，所以點解女人突然間變咗唔願意去捱麥記咧？就係舔狗文化啊！喺度鼓吹緊，喂，你小仙女嚟，乜點可能捱麥記嘅啫？你咁優質，點會捱麥記嘅啫？原來實際上你諗下，原來好多女仔，你真係問下身邊啲女仔靚唔靚，尤其是靚嗰啲啦，中上嗰啲啦，其實佢平時自己都係捱緊麥記，佢自己就捱緊麥記，但係就唔想佢男朋友同佢捱麥記，佢就想同佢男朋友去土耳其坐熱氣球，就係呢一個邏輯啊！但係其實佢完全只係一個捱麥記，即係我咁講咧，一個13,000蚊嘅女仔係嘛？佢歧視緊一個揾3萬蚊嘅男仔，就係點解？因為你唔願意使好多錢喺我身上，但係你諗下，我其實要13,000嘅啫，啊！咁當然啲女仔話，我呢啲唔係用金錢，我嘅人工去衡量我嘅價值噶嘛，咁你嘅價值喺邊度咧？咁我唔好清楚。咁依家咧，大家咧，現在呢一刻，男女都開始醒覺㗎啦。男人嘅性格，先講男人嗰方面，男人嗰方面覺得唔值。今天女人唔值，唔值呢個，我咁樣抌錢啦，不如我自己過，開開心心。係嘛？越嚟越多呢啲咁嘅文章，甚至乎咩？反正女人都拜金㗎啦，我又要，我依家揾錢又咁辛苦，依家經濟又開始差，揾錢又咁辛苦，係嘛？我又要養阿爸阿媽，咁啊又要拍拖，咁啊女朋友又話去日本咁樣，咁我都俾得起啫，不如一個人自己仲過癮。嗱，開始依家慢慢越嚟越多啊，唔想拍拖，好嘛？覺得使錢，啲女人使錢使得太犀利。咁啊，下一集咧就繼續同大家研究呢個問題。咁啊，今集係咁多先，多謝各位。